在2013年3月25日，終審法院5名法官一致駁回外傭的上訴，裁定外傭爭取居港權敗訴。香港最高法院一致裁定，一名在港居住並工作了近27年的菲律賓女傭不能獲得香港的永久居留權。從此，為一場關於外籍工人移民權利的激烈法律鬥爭打上了句號。而事隔12年，物是人非，外傭居留權在現今的香港是否還有探討嘅餘地？香港作為著名嘅外傭都市，外傭佔香港人口達 3%， 其中絕大部分是女性。而截至2019年，香港共有約40萬外籍家庭僱工，而其中55% 來自菲律賓，43% 來自印尼。而呢啲工人姐姐喺香港背井離鄉工作10年、20年、30年，將重心投放在香港家庭嘅時候，咁香港政府又有冇為佢哋作出適當嘅保障，為佢哋提供福利呢？我第一次嚟香港就2003年嘅，做2年，跟住我返去印尼，跟住又返嚟香港。因為我覺得香港就係啲人工又高過印尼啦，就可以儲到錢啊嘛。喺印尼就啲人工少啊嘛。嗰個居住就以前就第一次嗰個就被 underpay 啊嘛，我就做唔到，再揾第二個居住咁樣咯。因為我第一次嚟香港乜都唔知嘛，乜都唔知，乜都唔識，又唔識講嘢又唔識啊嘛。所以我唔識翻隊啊嘛，嗰陣時。可以㗎，如果可以帶埋啲小朋友啊，可以過嚟咪仲好。即係最好帶埋啲屋企人一齊。係啊，屋企人一齊。外勞事工中心調查研究指出，2020年外傭受虐個案較2019年升44%，當中98% 面對長時間工作，不少人日做11個小時，唔單止工時長。而外傭普遍嘅受僱程度相當苛刻，10%嘅外傭係沒有獲僱主按照標準合約所訂明嘅條件提供床鋪，而43%受訪者更加表示係沒有自己一間房，而不少人係住喺廁所、屋頂。呢種香港工人行業，何嘗唔係一種新型嘅奴隸制度？香港容許啲外來人嚟生仔，落嚟生根。而啲工人姐姐喺香港辛苦工作10幾20年，用自己嘅時間去幫助香港家庭養育下一代嘅時候，香港人點解仲要趕佢哋走，剝削佢哋喺香港居住嘅權利呢？而政府又係咪有責任給予一個安全嘅保障？香港的確係細啊，但係香港人嘅心係咪都一樣呢？